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乐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着用颂赞入去伊的院，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咱三甲的吟诗，俄乐上帝，圣诗第72首，圣诗第72首，俄乐全能的主上帝，咱请起立。请坐。咱同心三甲的祈祷。亲爱的天父，阿爸，爸阮的上帝，感谢你的眷顾，互阮犹原有勇健身躯甲精神，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朝见你。阮伫无共的时阵，诚做你的囝儿。总是你犹原拢真疼阮，虽然阮定定伫有意无意的中间去行你无爱阮去做的事，阮爱阮去行的，阮却颠倒无去做。恳求你赦免阮的过负，特别伫阮的生活中，阮无去拄着，互阮无去拄着试炼、试探。上帝教会伫你的引带甲祝福的下面，互阮行过80周年，伫这个新的坎站，
佮引带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来到阮的中间，来领导牧师团、中职、甲团结各团队，为着新的世代，互阮有新的意向，也为着宣教的事工来做伙拍拼，互阮会当真做，果然会当真做服务甲帮衬建教会教会。阮将今仔日的讲坛交托伫你，恳求你通过蔡牧师的嘴来签名你所要对阮讲的话。阮的祈祷无够额，这个时阵，阮要做伙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齐声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一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袂去传着阮发的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条咱三个来交托经文，经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9页，经文第7篇，也是诗篇24篇。经文第7篇，诗篇24篇。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治水画上耶和华的山，就是手牵去，存心无远负假。这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这会是找耶和华的族类。城门啊，徛起你的头，阳光的王未入，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徛起你的头，阳光的王未入。万军的耶和华，伊是阳光的王。这时候，咱要来吟诗，圣诗178首，圣诗178首。我爱上帝圣殿，请起立。
术人咱做伙要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我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这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圣乐队要用哈利路亚来带咱来敬拜。下面咱要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两个所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到13节，第2个所在是伫诗篇42篇第1节到第2节，还佫一个11节。耶稣受圣神充满，对约旦河转来，伊互圣神带去旷野，伫遐40日久受魔鬼试探。迄个期间，伊拢无食啥物。遐个日子过了，腹肚就枵。魔鬼就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囝，命令即块石头变做饼。”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人得活，毋若活靠饼。然后魔鬼带耶稣到悬的所在，一望二久，
将天的万国互伊看，甲伊讲：这一切关系甲荣华，我拢要互你，因为这一切已经拢交互我。我要互什么人，就互迄个人。所以你若跪落来拜我，这一切拢总是你的。耶稣因讲：圣经有记载，若拜主，就拜主，你的上帝。主服侍伊，魔鬼又搁带耶稣去耶路撒冷，互伊徛伫圣殿上悬的所在，甲伊讲：既然你是上帝囝，对遮跳落去，因为圣经有记载，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来保护你。佮讲，因会用手甲你扶着，互你的脚袂磕着石头。耶稣因讲，圣经有记载，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所有的试探拢用了，魔鬼就离开耶稣，等候后边的机会。第二个所在记载伫诗篇41篇第一节，42篇第一节、第二节。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亲像鹿迫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我的上帝。我什么时会当到上帝面前去朝见？11节。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就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你，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下面的信息，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蔡正的牧师，伊要宣讲的特别是专一敬拜上帝，专一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将真实的平安甲喜乐赏赐予大家。今日咱进入圣殿敬拜上帝，毋知影大家心敢有准备好？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专一敬拜上帝”。因为咱伫敬拜上帝的时阵，真侪人拢会得到一个困扰，就是咱的心有时无法度专一。顶回牧师有甲大家分享过，啥物是礼拜？礼拜就是甲上帝相拄，伫透过敬拜，人的灵伫敬拜中间去拄着上帝，甲上帝亲近。但是咱真侪人，包含牧师本身，有时伫敬拜中间，心神会走无去，这是咱今日要做伙来面对的问题。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用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互阮会当透过今日的敬拜来调整阮本身。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会当专一注心伫你的话。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大家拢捌看过电视，咱咧看电视的时阵，拢会用一个叫做遥控器，还叫做选台器。这个选台器、选台器的作用，就是互咱会当坐伫电视面前来选择这个电视节目。人坐伫即个电视的面头前，手摕着即个选台器，看到咱无介意的节目，还是讲看到咱无介意的人，有的人无介意一寡艺人，有的人无介意一寡政治人物，当因出现伫即个电视节目的时阵，咱就用即个选台器来换掉。
这台无要看，来换做另外一台。咱用这个选台器，这个遥控器来控制电视。但是咱有哪爱说哩？就是咱身躯若有装一个遥控器、选台器，有时阵咱来教会礼拜的时阵，无说哩有哪作用？有个人伫礼拜的时阵，心神走无去，毋知走去倒位，煞袂记咱即个时阵咧敬拜。其实若提一个例，大家就真清楚。咱做学生时代，咱去学校上课，有时咧听老师咧讲课的时阵，咱有时咱心神会走无去。老师咧讲啥煞无听到，家己咧想家己的代志。但是咱咧上课的时阵吼，老师拢会注意讲咱到底敢有专心对无？若无专心，会来咱警告对无？有个老师较歹的老师，我捌拄着迄老师等粉笔吼。还有迄个等迄个板擦，迄板擦吼，逐日警告。但是总是礼拜时阵，牧师袂当来等物件嘛。所以这两方面来配合。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带领礼拜的人，师会圣歌队牧师，拢爱真认真准备整个的流程，互大家会当专心啦。我捌去上一个研习会。有一个牧师教阮安怎讲道，伊讲吼，讲道一开始真重要。伊讲根据伊的经验吼，大部分的信徒伫听讲道的第1分钟就决定讲伊到要继续听落去，也是讲要转台转去别位。所以，这带领敬拜的人真重要。但是第二项就是咱家己有哪个警醒。有时阵带领敬拜的人真认真准备，但是如果咱家己无说理、无警醒的时阵，有时心神也会走无去。所以，咱来明白这个选台器是非常可怕。咱来重视这个问题。有的人吼转出去外面吼，佫无偌久佫转转来，有的人一去都无回头吼。所以咱来真注意这个问题。若无吼，敬拜就被破坏。毋简单，上帝袂欢喜啊！咱家己嘛无法度对这敬拜中间领受上帝要互咱的祝福。所以，咱首先爱来了解讲，这个选台器当时的作用。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是耶稣伫要出来服侍进前，伊首先去到旷野的所在去禁食祈祷，有40工久。伊上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亲近上帝，领受上帝的神秘，然后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快乐，互伊有能力会当开始服侍。但是这个时阵，咱了解，魔鬼就开始动工。当耶稣禁食40工了后，伊肉体就枵，所以魔鬼就这个时阵吼，伫耶稣软弱的时阵来试探伊。咱会知魔鬼用的方式吼，伫过去到现在，拢真类似啊。所以咱会当借着这个技术来反省，影响咱敬拜的因素，就是咱转台的因素。第一个转台因素就是肉体的因素。咱看见着，当耶稣禁食40工了，圣经中间讲伊就枵，所以这个时阵吼，魔鬼就来试探伊。伊就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囝，你就命令这旷野这石头会当变做饼，互你得到饱。其实魔鬼上界重要就是讲，互耶稣会当听伊的话啦。咱知耶稣这个时阵拄好伫迄个枵饿的状况下面，枵饿是上界大的试探。所以咱来明白就是讲，魔鬼常常用咱肉体的软弱来阻挡咱甲上帝建立关系，咱的确爱注意。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2项，第一项就是咱的肉体有时会野性。我毋知影大家拜六暗时拢咧做啥物货？有个人工作对拜一工作到拜5，也是甚至到拜六佫继续咧工作。拜六暗时咱想讲较轻松淡薄，但是有时咱安排的节目上过精彩，结果直到第2天来礼拜的时阵，咱肉体就软弱的野性啦。未敬拜的时阵就开始哈气，牧师一讲道就开始困，安尼拄好中着魔鬼的诡计。所以其实牧师爱大家
真清楚，就是讲，咱若看礼拜称做一个真重要的时刻，咱着进前一暗，咱着爱做准备。咱知影第二天，咱爱有好的精神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我拜六暗时，我着要将我的身体调整了上介好的状况，互我第二天早起时会当来朝见上帝。所以这真重要，咱肉体毋通互伊过头野生。咱毋通想讲耶稣讲，既然劳苦担重担，就来就近我。虽然大家拢劳苦，拢互伊愈甲足忝啊，来到上帝面头前。当然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就近上帝，咱是爱将重担放伫上帝的手中，交互伊。毋是派重担来敬拜上帝。第二项，就是咱有软弱。咱知影，咱身躯有时阵会软弱，特别咱看到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是，等耶稣枵的时阵，迄电视广告讲肝甲胃有连带关系，但是我感觉讲心甲胃有连带关系。你若下早时食无饱咱礼拜到即马11点的时阵咱就想讲。巴肚即马开始咧枵等下来计划看中昼要去食啥物即马心情就走出去咱毋通若准讲牧师你讲这无可能啦其实枵真正互你想别项代志去呢。我有一遍我当出来服侍的时阵，我有参加一个演习团去到韩国的所在迄是拜一到拜五有大概5天的演习大会。伊虽然无安排固定的时间爱禁食祈祷，但是伊甲阮鼓励讲，这段时间你会当找一顿，还是2顿，甚至1天、2天来操练禁食我迄个时阵，甲当出来服侍，我想讲，禁食祈祷这经验我过去较少但是我想要操练一下所以我着安排时间我着甲我的同工讲我伫倒一顿中昼顿甲暗顿，我要禁食。其实是因为迄韩国的物件实在无好食啦，所以我想讲禁食2顿应该袂安怎结果迄中昼顿无食，佫无安怎我着继续禁食祈祷。到暗顿的时阵巴肚开始作枵的突然间迄天大家咧食暗顿的时阵，阮是食迄个自助式的，你会当去摕你的饭你的菜摕摕找一个桌伫遐食饭。我看迄天大家拢足欢喜啦因为迄天加菜一人拢一碗迄个林松鸡啦，佮食迄鸡肉佮真大块拢浮出来。我着看着大家都欢喜伫遐咧捧迄菜时阵，我即声巴肚着足枵，我想讲安尼袂使，紧脱离现场啦所以我着走去洗浴，洗好身躯，洗因为阮人足济所以分2批食饭所以我洗浴了出来时阵，到第2批佮出来咧捧菜，伫遐走来走去，我想讲即声惨我着赶紧去阮咧伫迄祈祷山边有迄落，人叫做祈祷洞，就是讲一间祈祷室我着赶紧走入内底要祈祷你毋通想讲安尼着无代志，迄只鸡佫对我入去咧，一边祈祷，迄只鸡我扑出来实在有够软弱的所以这代志需要操练大家爱知影就是讲，咱生命中间有咱软弱的所在。咱伫敬拜时，爱来这代志来排除，咱将咱的身体准备了上介好的状况，伫礼拜日早起时来敬拜上帝，这是第一项咱要注意的。第二项影响咱转大的因素是魂的因素。咱看见着撒旦的第二个试探是安怎？伊是带耶稣到一个关山，互伊看世间的烟花，伊用这个代志来引诱耶稣。伊目的就是要互耶稣降服伫伊的下面，所以伊就对耶稣讲：“你若拜我，我就将这一切拢赏赐互你。”所以伊的目的就是要爱耶稣屈服伫伊的下面。这是用欲望来吸引伊所以咱爱注意这魂的部分，就是欲望有时阵咱伫世间咧生活会受到真侪代志的影响。咱这影响若来带入来敬拜内底哇，煞影响咱的敬拜。所以牧师有3项提醒。第一项就是咱毋通过头烦恼、过头担忧。比如说有真侪人带着
重大烦恼来到这个圣殿内底敬拜上帝，袂去将这个重大交互上帝。有时阵有咱礼拜这个礼拜的时阵，咱咧咧烦恼讲，哇，明仔载工作要安怎？我面对的问题要安怎？啊，可能等下咱要开中集会，有的中集会烦恼讲，哇，今仔毋知要开到几点吼？12个议案吼，毋知要开到几点吼？大家就伫遐烦恼，一烦恼吼，煞袂记是爱敬拜上帝。咱当然生命中间有真侪代志爱处理、爱面对，真侪挑战，咱爱去面对。但总是咱来到上帝面前，爱将这重担放伫上帝的手中，然后咱专心敬拜上帝的时阵，咱就有迄个智慧，甲有迄个气力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毋通过头烦恼。第二项，有人过头理智、过头批判，人带着过头批判来敬拜吼，就失去敬拜的意义。有的人真理智嘛，因为咱敬拜有真侪无共款的天数嘛，有的人就无法度完全顺服伫带领者的带领，或者是讲伊常常会因为带领者吼，一寡小的缺点去影响吼。譬如讲有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对音乐真内行，伊逐摆咧敬拜的时阵吼，拢讲今仔迄个音唱了无准，迄个音乐安尼处理无好，结果吼。伊拢无咧敬拜，伊拢咧找空芳其实阮做牧师的嘛是安尼。有时阵若毋是我家己讲道我伫台下骹咧听人讲道，我嘛会过度批判咧。我拢想讲，今仔伊讲即段圣经在，我会安怎处理？我会安怎讲？特别若新学生咧讲的时阵，我伫下面就咧做笔记，讲等下要来讲安怎讲。结果我拢无咧敬拜，失去敬拜的机会。所以，这咱来说哩，过度理智、过度批判，互咱无法度降服伫带领者的带领，这失去足大的祝福。第三项，过度情绪，有的人会受到家己情绪的影响，用血气咧敬拜，用血气咧敬拜，上界明显就是，咱会因为咱今仔心情安怎来影响咱的敬拜，迄就是只选择咱爱去敬拜，选择牧师讲的，咱爱听去听。我有时讲道的时阵爱讲真侪例嘛，有时会讲一寡生活中间较趣味的代志，叫大家拢记这，拢袂记我讲道的物件这无好我牧师的讲道有一个特色就是我拢整理了真清楚这叫做。简单明了记会牢，你毋通拢专门拢记遐个故事，爱记个整个信息整个的结构，互大家了解上帝话安怎去，互大家自信去了解。有的人是出门的时阵，甲人冤家，跟甲另外一半冤家，结果敬拜的时阵就受家己的情绪影响，叫袂当专心敬拜，这拢是魔鬼的诡计，咱爱细腻啦。所以毋通。过度担忧，毋通过度批判理智，毋通过度情绪，互咱的魂的顶面会当得到安定，咱才会当专心进入敬拜。第三部分就是灵的因素。咱看见到魔鬼伫第三项安怎试炼耶稣？伊带耶稣到迄耶路撒冷圣殿的上界顶面，对伊讲：你既然是上帝囝，你就对遮跳落去。你放心嘛，上帝车天使来你抱的，互你袂受伤。所以伊是咧安那？咧伫上帝甲耶稣中间咧分化，要互耶稣信心得到考验。所以有时咱会因为灵的因素，互咱失去敬拜的气力。所以咱有时生活中间会拄着一寡代志，互咱对咱的信仰失望。一旦失望、失去信心咱就陷入这种危机中间，就是对上帝失去信心，产生怀疑。这种的情形一旦产生咱的敬拜就受影响。咱会讲，上帝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牧师的话听听就好，我要家己过我家己的生活。这种怀疑一旦产生，咱就无好的敬拜，
就无法度透过敬拜来领受大的祝福，这拢要注意。所以咱伫灵魂体三个部分，拢真容易受影响、受攻击，咱来注意这代志。所以牧师下面要互大家三个提醒，互大家会当专业来敬拜上帝。第一项，就是咱要用较无的态度。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这是诗篇42篇，这是一个受到环境所迫害、流亡伫黑门山甲米萨岭的一个诗人所做。因为伊受到环境的限制，所以伊无法度到圣殿内底敬拜上帝。而且毋简单安尼哦，伊四围周围佫充满真侪对敌咧来刺客，咧来踢笑，讲你的上帝毋知走去倒位啊？所以伊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写即首诗，求上帝帮助伊。伊伫即个山野中间看见到迄鹿，即山野咧走，咧找啥物货？即鹿咧找，互伊会当维持生命的水泉。所以讲，上帝啊，我较无你，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伊知影吼，即个鹿需要清凉的溪水，才会当维持伊的生命。伊只有亲近上帝，才会当维持伊灵性的生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到圣殿敬拜上帝，咱有一件代志真重要，就是咱要用较无的心来做准备啊。用较无的心，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迄款较无的心来做准备。因为咱若看敬拜上帝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咱着前一天着爱做好准备。牧师拄则有分享讲，我去迄个演习会中间去到韩国迄个基督山。阮所在迄个所在吼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即个基督山有一个礼拜堂，礼拜堂起真大间，大概我个月会当坐5000个人。我看伊迄外口的迄个聚会时间表吼，伊每一天哦，毋是每个礼拜哦，每一天拢有4场的礼拜。第一场是早起是6点，早起是6点，所以有一天我就想讲要去。参加即个早起是6点的礼拜，我5点起来哦，去到迄个礼拜堂，我看见到，距离迄个礼拜开始还佫有1点钟哦，结果已经即个礼拜堂已经坐一半的人，差不多2000个人坐伫迄个所在。我来看吼，迄个礼拜堂是亲像迄体育馆安尼，有一排一排位置吼，后壁是较悬的，中央是迄个讲台是较低的所在。头前有一个空位吼，就是讲无迄个摆椅仔的所在，遐有一寡人吼，摕面罩被吼，伫遐教咧，吼，遐个人伫遐咧创啥？规个礼拜堂你看遐济人哦，非常安静哦，无人讲话，逐个拢伫遐咧祈祷。头前遐个人，我就去问讲，替阮翻译的迄个韩国的牧师，我讲遐个人开拢摕面罩被伫遐教咧。伊讲遐个人是惊讲吼，早起是6点。来无位啊，所以提早来较住伫较远的，所以提早一天来吼，摕面罩被伫遐困，为着要第二天6点起来祈祷了后要去上班。我看到真感动啊！伊阁老讲吼，韩国人因认为讲，座位第一排叫做金的啦，第二排叫做银的，第三排叫做铜的啊。当然咱知影讲，伫咱的信仰看来，坐伫倒位敬拜上帝拢相共啊，但是。我是爱大家看一点，就是因迄款较无的心啊。前一天伫遐准备啦，伫遐默祷准备家己。所以吼，当然你毋免后礼拜就摕面罩被来遮住吼，毋免。但是你伫恁厝里都爱做准备。我第二天要来挑战上帝，我要用啥物较无的心来赢取上帝的恩典，对上帝较无的态度。互咱伫敬拜中间会当领受较大上帝的启示甲恩典，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来到圣殿的时阵吼，咱来将遐会影响咱敬拜上帝的代志来排除。拄则所读的经文的11节的前半段，做诗的人讲：我的心啊，你为虾米忧闷？为虾米伫我的内面着急啊？这忧闷这个字吼，原文是指迄个。心内底有迄个波浪，波浪伫遐加滚啊，波浪翻腾。咱心内亲像波浪伫遐加滚的时阵吼，咱就无法度专心嘛。
所以咱当咱入来圣殿内底咧敬拜上帝的时阵吼，咱就爱将这会影响咱专心敬拜上帝因素来排除啦。所以咱第一项爱做的就是安怎，咱毋通讲话，咱就点点默祷，先莫甲别人讲话。有一寡话吼，等礼拜结束了，甲这人讲，咱先甲上帝讲话，咱先要听上帝讲话，咱将心爱来沉淀下来，将一切的忧闷艰苦，才会影响咱敬拜上帝的代志来排除。咱去看电影吼，上惊甲啥物人做伙看，你敢知影？我上惊甲迄朋友讲吼，即出我已经看过啊。我来讲吼，等下要演啥要演啥，啊是讲吼拄着一个一直要甲你讲话，一直要甲你讲话，吼，迄若即款人，你着买一包迄个爆米花回食，互叫伊莫影响你，你会当专心看。咱来敬拜上帝比看电影重要性超过10000倍啊！所以咱来到即个圣殿的时阵吼，莫甲别人讲话，吼，因为会影响到别人，有来影响到你，吼。拄则第一顿的时阵，我发觉讲，逐个入来吼，真正拢足专心的，伫遐咧祈祷。啊，第二顿嘛袂歹，第三顿就小可有一寡人咧讲话，吼。啊，因为我伫台下顶吼，我搁咧找看啥物人咧讲话，叫害我煞无专心啊，吼。啊，所以吼，请大家毋通讲话，专心来敬拜上帝。有一寡话礼拜煞了，咱就甲咱一礼拜无看到的朋友讲话交陪，行平安咧，这真好。但是咱一开始将咱的心安静落来，好，来专心仰望上帝。所以咱看到第三点，做诗的人讲，应当仰望上帝。仰望就是安怎？注心去看。华语叫做定睛在看，就讲咱亲像一个运动选手，要比赛迄个短跑，咱来将迄个目睭看迄个终点嘛，然后迄个开始，咱就往迄个终点走去。你袂当看后壁，你会当看边仔的观众，你要专心看迄个终点，你才会当得到冠军嘛。所以咱咧敬拜的时阵，咱嘛爱专心看上帝。专心第一来看上帝，咱才当领受这。最近吼，拢咧比赛迄个棒球对无？我真爱看即个球赛吼。啊，看到吼入神的时阵吼，无顺你要讲啥，我拢无要插伊，因为我都足专心的啦。啊，咱咧敬拜吼，我拄则讲，比这个代志重要10000倍啊！咱应该爱专心仰望上帝，特别是仰望上帝啥物？仰望上帝的话。咱看起着拄则魔鬼咧试探耶稣的时阵，耶稣拢用啥物来抵挡魔鬼？用上帝的话嘛。耶稣拢嘴里讲出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炼。咱会当专心仰望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话中间去领受开力甲智慧，咱就有能力伫一礼拜久去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挑战。接续牧师可以利用过来礼拜时间，甲大家分享安怎去敬拜。咱后礼拜是大神的纪念主日，然后过了我有2讲要甲大家分享。咱伫礼拜中间无共款的听词，咱应该安怎配合？安怎透过这个听词来引出，互咱进入真深的敬拜中间。然后过来过2讲，我会分享安怎注心伫上帝话。安怎去了解上帝话，去思考上帝话，互上帝话来改变咱的生命。这些信息拢是为大家备办的，请咱来专一敬拜上帝，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改变阮、更新阮。主，阮愿意较无你亲像落较无清凉的溪水相款。求主帮助阮，也阮对今仔日的领受中间，真实会当伫每一遍敬拜中间，拢拄着你，拢领受你的祝福。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所以咱要记入来吟圣诗，圣诗215首，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记入。
请坐，共受圣餐。欢迎欢乐属灵的教会参加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囝仔归依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我担重担，着求困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困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人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逐生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通荣耀你的圣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当咱摕到这个饼，咱就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互咱得到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安尼为着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为着孝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伫主的会所设立的。虽然摕到这个杯的时阵，咱就来感谢主，因为伊的保护，互咱会做得到洗清气。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恁要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大家三甲伫地，咱三甲来祈祷。主啊，阮专心感谢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以后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接下咱要用奉献来接受咱的礼拜。伫为奉献的大声，我为代表上帝教会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到本教会说礼拜的兄姐。恁若伫外口的无来宾的留无填来宾的留名卡，请座位头前有来宾的留名卡，请你留好势写填好势了，交互收奉献的执事。阮有机会通介绍你，也和你熟悉，多谢。三个纪念。亲爱的主，阮谦卑徛伫你面前，将你所赏赐阮的恩赐甲材料
献互你来用，也互阮所得到、所趁的钱担保献伫教会做圣工的路用，愿你甘纳。安尼恳求，奉靠最后所名来求，阿免。请坐。下面我要来报告，伫还未报告的大先，咱要先来报出伫前一站10月时，咱伫去金山的中角自西湾的迄个净滩的活动的纪录片，请咱来观赏。咱对人爱有疼心，咱对这块土地爱有感情，愿咱做伙出咱一份的心力，为着这块土地将粪扫捡起来，让咱的土地愈来愈清气。也愿每一位来参加净滩的人都能够非常的快乐，并且能够让我们有很好的体验上帝的爱跟每个人在一起。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个活动，也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有实际的行动来爱地球。双人教会办这个，我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很乐意来做，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是有意义、有价值，可以做很好宣导的一个活动。然后借着这一次净滩的活动，也让我们知道更清楚，让我们下一代知道说，我们为这个时代的台湾，为这个土地尽一份心力。上帝把这块土地赐给我们，我们应该好好的尽管家的责任，好好的来照顾，好好的来管理。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净滩的活动，我们希望说能够以抛砖引玉的这个心态，然后能够唤起大家对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尊重与保护。我们一起在沙滩捡垃圾，我们一起爱台湾，也希望来到沙滩的人不要乱丢垃圾，让我们的海滩更干净。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再不更加的注重环保，以后我们的子孙将会没有一个美好的地球可以来居住。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垃圾，真的是很离谱，灯管什么东西都有。这个台湾的美要自己维护，希望以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也是第一次啊，可是跟孩子可以这样一起做这种净滩活动是蛮好的。我们比个耶吧，耶！那我们全家一起出动，希望能够为这个环境尽一点有一点帮助。这个环保的概念应该要从平常的教育就要做起，我们都要更加有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双联爱地球，所有台湾人都爱地球，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地球贡献一份心力。像这些东西都不该出现在海边。如果我们在海边喝酒的时候，其实应该随手把它带走。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只要爱神、爱人，还要爱我们的环境、爱台湾。以后来到海边要把垃圾捡干净，维护大自然。大家汗流浃背，但是很喜乐，谢谢。所以我们要每一年来做这个净滩，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让这个台湾的土地能更美。
更感谢主，让我能够一起来爱台湾。感谢上帝，互咱遮尔水的土地，有山有水，有遮水的迄个海沙堡，咱通过即个咱逐冬的迄个净土的活动吼，咱来付出咱即份心力。下面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日是总会所定着的性别公义纪念主日。为着要唤起兄弟对教会内外性别公义议题的重视甲意识的觉醒，促使性别地位有实质的平等，消除一切性别的歧视，建立和谐互助的关系，共同营造性别平等的友善环境。第二个所在是集体关怀，本会会友如熟龄执事的接班麦赛王建良兄弟，伫10月23安孝主怀，要定伫11月12，就是即礼拜六的下晡3點，要伫本堂的10樓的礼拜堂舉行個別禮拜，請兄弟關心代禱也參加，願上帝安慰遺族。第三點，敬樂旅遊要定伫11月15拜二，上午8點30出發，要去的所在是三條角的燈塔，甲烏石港幾個所在。咱本會在職的年紀若滿60歲以上的，攏歡迎參加。報名參加請向陳美成幹事報名，請向陳美成幹事。下面其他的消息咱就請咱家己看，也注意來關心參加。下面要請牧師來歡迎來賓。大家平安。来介紹幾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一位林丹玉推，伫後邊後邊哈，律師哈，歡迎你哈。另外一位是對美國回來哈，第二位是甲鄭婉紅夫婦。大家好，歡迎哈！咱請等服侍當中會當帶因到貴賓室，咱會當有交代來解說教會，或者好。咱有看到石銜長老娘甲伊個大漢後生吼，佇咱的中間，好，咱特別為因帶來安尼替因祈禱哈。石銜長了伫明年的1月2日要伫洛杉磯的所在舉行個別式哈，所以咱也持續替遺族來代禱，願上帝親自賜福保守。上演510首，俄勒天頂主宰，請起立。愿天父上帝恩典慈悲，
耶稣基督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大家三甲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社温强受车欠。